大家好啊，我係鄭醫師，歡迎嚟到我哋嘅中醫藥世界啦。我哋呢個頻道就會介紹唔同嘅中藥功效、藥膳、食療及副作用等等。訂閱咗我哋咧，就可以最快知道所有中藥嘅功效啦。另外講解中藥之前，賣少少廣告啊。咁如果喺香港準備想裝修又唔想爛尾或者中伏咧，可以揾 Easy House 噶。佢哋過往完成超過4000個裝修，可以去佢哋網站睇睇，案例拍晒片、拍晒 VR。我屋企咧都係經佢哋完成噶，資料欄放咗佢哋嘅連結。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味被譽為1兩陳皮1兩金嘅養生佳品陳皮。佢既係中藥房常見嘅藥材，亦係廣東人煲湯泡茶必備嘅食材。近年更因理氣健脾、燥濕化痰嘅特性受到關注。今日就帶大家全面了解陳皮，從品種來源、性味歸經、功效主治到4個藥膳食療煮法，最後講副作用同禁忌人群。首先講陳皮嘅品種來源。陳皮係芸香科植物菊嘅乾燥成熟果皮，中國藥典收載嘅學名係 Citrus reticulata blanco 及其栽培變種。佢嘅別名有橘皮、桂腦、紅皮、新會皮、港會皮。藥材分為陳皮同港陳皮兩種。港陳皮嚟自茶之金，主要產於廣東新會、四會一帶，品質最為上乘。採收時，剝取成熟果實嘅外皮，曬乾或低溫乾燥，以陳久者為佳，故名陳皮。陳皮嘅核心產區喺廣東新會，當地種金取皮已有700幾年歷史。新會陳皮係國家地理標誌保護產品。此外，福建、四川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南等地都有出產。入藥用嘅陳皮，外表面橙紅色或棕褐色，內表面白色，氣芳香濃郁，味苦辛。年份越久，顏色越深，藥性越溫和。陳皮嘅藥用歷史非常悠久，最早記載見於《神農本草經》，謂之主空中動熱益氣，利水谷，久服去臭下氣。本草綱目在其療嘔嘔、反胃嘈雜、時吐清水、痰痞咳藥、大便閉塞、婦人噲瘥、入食療、解魚腥毒。時至今日，陳皮已被列入藥食同源名錄，係老少咸宜嘅養生食材。接落嚟講性味歸經，陳皮味苦辛，性溫，歸脾肺經。辛味能行氣散結，苦味可燥濕化痰，性溫則能溫化寒痰，歸脾肺。已經表明佢對脾胃氣滯同肺系痰濕嘅調理效果最為突出。呢種特性令佢既能理氣健脾，又能燥濕化痰，係治療脾胃不適同咳嗽痰多嘅常用藥材。陳皮嘅功效主要有4個方面。第一，理氣健脾，行氣消脹。佢身行溫通，能疏通脾胃氣機，對脾胃氣滯導致嘅脘腹脹滿、食少吐瀉、嗳氣惡心有顯著效果，常與蒼術、厚朴配伍。第二，燥濕化痰，宣肺止咳，既能燥濕化痰，又能溫化寒痰，對濕痰咳嗽、痰多色白、胸膈滿悶尤為適宜，常與半夏、茯苓同用，如經典方劑二陳湯。第三，開胃消食，增進食慾，能促進消化液分泌，增強食慾，對食積不化、胃口不佳有改善作用。日常藥物既能去腥提鮮，又能助消化。第四，現代藥理研究證實，陳皮含揮發油、橙皮苷等成分，具有抗氧化、抗炎、促進腸胃蠕動、平喘鎮咳等作用。再講主治病症，陳皮主要用於脾胃氣滯所致嘅脘腹脹痛、食少吐瀉、嗳氣惡心、濕痰寒痰引起嘅咳嗽痰多、胸膈滿悶以及食積不化、胃口欠佳。臨床上治療脾胃虛弱配黨參、白術、茯苓；治療濕痰咳嗽配半夏、茯苓；治療食積腹脹配山楂、麥芽。日常飲食中，陳皮亦常用於燉煮肉類，去腥解膩兼助消化。下面同大家分享4個簡單易做嘅藥膳食療。第一個，陳皮水。材料有陳皮1角、清水250毫升。做法係將陳皮洗淨去瓤，搗碎後加水煮20分鐘即可。呢個茶理氣健脾、止咳化痰，最簡單易做，適合日常保健，飯後飲用可助消化。第二個，陳皮雪梨湯。材料有陳皮3克、雪梨1個、冰糖少許。做法係陳皮加水煮沸10分鐘，加入切塊嘅雪梨，續煮15分鐘，
調入冰糖至融化即可。呢個湯潤肺止咳、清熱化痰，適合秋冬乾燥季節或者感冒後咳嗽、痰多、咽喉乾痛者飲用。第三個陳皮薏米水，材料有陳皮4個、生薏米20克、熟薏米20克。做法係將生熟薏米同陳皮洗淨，水滾後加入生熟薏米，煮約30分鐘，放涼即可飲用。此水健脾去濕、利水消腫，適合濕氣重、身體困倦、大便黏滯、胃脹不適者。第四個陳皮瘦肉粥，材料有陳皮1片、白米50克、瘦肉250克、鹽適量。做法係白米以乾鍋炒至焦黃，陳皮洗淨，去囊切絲，瘦肉切片。燒開水後，下所有材料，水滾後改慢火煲成粥，下鹽調味即可。此粥理氣健脾、降逆止嘔，適合脾胃虛弱、消化不良、食後腹脹者。陳皮雖然溫和，但都有副作用同禁忌人群，需要注意。副作用方面，過量或長期飲用可能出現口乾、上火等症狀，建議每日用量不超過5克，連續飲用唔好超過7日。唔適宜食用嘅人群有幾類：第一，陰虛火旺，同內有實熱者慎用，表現為口乾咽燥、手心腳心發熱、便秘尿黃、舌紅小苔者，陳皮溫燥會加重火熱症狀。第二，胃酸過多者慎用，陳皮可能刺激胃酸分泌。第三，孕婦同哺乳期女性建議先諮詢醫師，陳皮行氣作用可能影響胎兒。第四，氣虛體弱者慎用，陳皮辛散，行氣可能進一步耗氣。好啦，今日關於陳皮嘅介紹就到呢度。佢雖係常見嘅養生食材，但並非人人適合，尤其要注意體質同用量。希望大家通過呢個視頻學會正確使用陳皮，發揮其理氣健脾嘅價值。如果想知陳皮點樣搭配其他食材，或者想了解某類體質是否適合，都可以留言話我知。多謝大家收看。